約翰一書5章13至21節。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。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麼，他就聽我們，這是我們向他所存坦然無懼的心。既然知道他聽我們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們所求於他的，無不得着。人若看見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，就當為他祈求，神必將生命賜給他。有至於死的罪，我不說當為這罪祈求。凡不義的事都是罪，也有不至於死的罪。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，必不犯罪；從神生的，必保守自己，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。我們知道，我們是屬神的，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。我們也知道，神的兒子已經來到，且將智慧賜給我們，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。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，就是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裏面。這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小子們啊，你們要自守，遠避偶像。